肩峰下減壓手術及旋轉肌袖症候群。一、旋轉肌袖症候群 （Rotator Cuff Syndrome） 旋轉肌袖症候群是一種肩部疾病，涉及肩部旋轉肌群的肌腱問題，例如肌腱發炎、肌腱炎、肌腱撕裂或肌腱斷裂。這些問題通常由長期重複的動作或傷害引起。這種情況被稱為累積性傷害。不正確的肩胛骨姿勢會改變肩部旋轉肌群的結構，降低它的穩定性，導致肩部受到機械性的擠壓，特別是當手臂高舉過頭頂時，比如寫黑板或投球等動作，會使肌肉產生離心收縮，即肌肉在拉掌時用力收縮。這種動作會給肌肉和肌腱帶來過大的拉力，減少關鍵區域的血流供應，從而損害相關組織。雖然理論上肩部所有的旋轉肌腱都可能出現問題，但其中以棘上肌肩部上方的一塊肌肉最為常見。職業病認定中也包括棘上肌肌腱炎、撕裂傷和斷裂等情況。二、微創手術治療。一、肩峰下減壓手術。肩峰下減壓手術通常用一種微創的鎖孔手術方式進行。手術中使用一種細長、靈活的管狀攝像機，叫做關節鏡。手術在全身麻醉下進行，這意味住患者在手術過程中會處於睡眠狀態。同時，醫生可能會對肩部周圍的神經進行局部麻醉，以減輕疼痛。手術完成後，患者通常可以在當天出院。二、肩峰撞擊與肩袖肌腱炎。肩峰撞擊和肩袖肌腱炎可以通過肩峰下減壓鎖孔內窺鏡手術來治療。這種手術同樣使用關節鏡，屬於微創手術。手術在全身麻醉下進行，患者會睡住，醫生也可能對肩部周圍的神經進行局部麻醉，以緩解疼痛。手術完成後，患者通常可以在第二天出院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對你有啟發，下次見。